梁先生係一位退休人士。有一日，佢嚟到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喺大堂，佢睇到趙樂軒嘅壁報板，覺得幾適合自己。佢又睇到放喺大圓環櫃台嘅趙樂軒通訊，覺得啲課程都好啱自己參加。於是佢就按照通訊所寫嘅地址，搭 lift 上到嚟9樓趙樂軒啦。梁先生嚟到櫃台，向職員查詢有啲咩活動係適合佢呢類啱啱退休嘅人士。趙樂軒嘅職員就向佢介紹中心嘅活動資訊，同埋中心成立嘅目的同埋宗旨，順便介紹下個環境俾佢認識。之後，職員又帶梁先生嚟到香港堂嘅8樓，介紹呢度嘅葡萄樹俾佢認識。後嚟，梁先生就開始積極參加香港堂唔同嘅教會團契活動。後嚟有另一位楊先生，佢都係啱啱退休，佢喺網上面見到我哋嘅資訊，就嚟到我哋嘅中心，詢問睇下有啲咩活動係啱自己，同埋都想揾一間合適自己嘅教會。中心嘅職員除咗介紹趙樂軒嘅活動之外，都講解香港堂嘅團契資訊俾楊先生認識，仲介紹埋梁先生俾佢認識，希望幫助楊先生盡快投入中心嘅活動同埋教會嘅生活。梁先生帶住楊先生嚟到去8樓，呢個都係我哋活動常用嘅地方。梁先生分享佢喺香港堂嘅教會生活同埋扎根嘅過程中都講得好興奮添。最後仲幫楊先生祈禱祝福。後嚟楊先生都積極參與中心各類型嘅活動，有查經同埋手工藝班，仲有乒乓球添。當教會喺2018年成立趙樂軒嘅時候，我哋帶咗一個目標，就係去服侍一班啱啱退休，佢哋其實好有社會經驗、好有專業資格嘅一班係退休人士，我哋叫做金齡人士。期望佢哋可以透過我哋呢個平台一齊去互相學習、互相認識、增值自己，並且服侍教會。呢個同我哋教會嘅使命宣言同埋核心信念相當有關係。喺過去呢6年幾7年裏邊，趙樂軒由初創探索到鞏固成熟，透過唔同嘅班組吸納社區人士。喺呢2-3年裏邊，趙樂軒進一步同堂會有美好嘅結合，唔單止透過班組活動，亦都有係心靈嘅關顧同埋信仰層面，去服侍一班係我哋嘅會員。期望佢哋唔單止喺自我增值，亦都喺心靈上面有更豐足嘅生命。展望未來，趙樂軒都本住佢成立嘅宗旨，服侍金齡人士，期望透過佢哋嘅學習、佢哋嘅服務，佢哋嘅生命得到成長改變，並且得着更豐盛嘅生命。